1秒1个打不牛的俄洛伊有多猛？抽到对手头皮发麻。像主包这把海克斯拿到全屏身法、会心防御速度、恶魔吸血习性、起手装备收集者、经济我来吃，先付带动后付。接着是最强防御装45%30%减伤，剩下的出战是吸血装备。一把下来轻松5杀 ，S 加评分 ，MVP 原因之下第一人。那话不多说，接下来跟随主包第一视角，看看俄洛伊如何力挽狂澜，拯救队友于水深火热。如果你也尝试这套玩法，不说9成吧，5成胜率也是有的。吹熄愛的夢，為何 love is gone gone gone， 全部散在幽幽半空，霓虹照亮通，換不到心動。Just leave me alone alone alone， 留下我在記憶裏沉重。前面的晚風，吹熄愛的夢，為何 love is gone gone gone， 全部散在幽幽半空，霓虹照亮通。換不到心動 ，Just leave me alone alone alone， 留下我在記憶裏沉重。愛令我沉重，想你懂，可你始終不會懂。1秒鐘喉嚨全空湧，訴說捨不得放手，但是落淚並沒有用。我再告白，你再告別，最後故事心痛。只有苦澀，只有冰凍，只有連場噩夢。不顧一切不變的我，晚晚未能受控，等到換來是夠鐘。前面的晚風，吹熄愛的夢，為何 love is gone gone gone， 全部散在幽幽半空，霓虹照亮通，換不到心動。Just leave me alone alone alone， 留下我在記憶裏沉重。想你懂，可你始終不會懂。1秒鐘喉嚨全空湧，訴說捨不得放手，但是落淚並沒有用。我再告白，你再告別，最後故事心痛。只有苦澀，只有冰凍，只有連場噩夢。不顧一切不變的我，晚晚未能受控，等到換來是夠鐘。前面的晚風，吹熄愛的夢，為何 love is gone gone gone， 全部散在幽幽